解決咗件事就好了。憑中年好聲音2奪得季軍的米高 Go 自比賽後人氣急升，昨日9日迎來44歲生日，意外捲入追訴風波。有網民 Leo71287 在 Threads 公開向他討回2022年一份未支付的工作薪金，並貼出多張私訊對話圖，引發熱議。根據曝光的對話記錄，該網民早於2023 6月曾私訊顏米高問幾時找數，但顏米高回應指上年到而家都無工作收入，得啲好散嘅 job 仔維持。比賽完到而家都未收到公司1蚊糧，我記得㗎。我會盡快 settle 偏淺膚色雙手合十的人，但當對方約見面時，顏米高卻未在。到了11月，對方再度追問，你連個 plan 要點做都冇話。我知呢啲錢唔係我主動借俾你，我希望今次聚一次追你。之後又留言唔好再拖了，然而依舊得到回應。事件曝光後，顏米高隨即在社交平台發回應，本人承認與對方溝通不足，導致對方不安，已與對方道歉並處理款項。他再向事主傳一條兄弟，我明你失望，但你選擇用呢個方法，其實害會好大。我才剛剛 settle 好我之前自己嘅事情，一直努力中，有事慢慢講，何必咁樣傷害雙方。其後在話中提及，這筆款項最初為2萬元，最後顏米高支了2.5萬元。對方確認收到後刪除相關貼文，事件暫一段落。